伫安南区海西段89地号被非法堆放大量废弃物，一放就是超过2吨，堆敢若一座山。被地方检举以后，嘛不时传出火警，后续拍花以后的恶臭甲毒烟，更是互民众挡袂牢。对此，议员黄丽昭伫临时会开议，早着海西、海东两里居民的陈情书向议长曲丽丽请命，要求政府展现公权力。特别是检方嘛已经介入，要求尽速恢复原状，所以进一步要求市府代替因来求偿。因为你到12月不能回复，到今年年底会帮我们清除完，但是你到现在那边的恶臭味，真的你去那边住一阵子看看啦，情何以堪？你看那些居民他们的生活品质是怎样，包括附近的居民。所闻到的那个恶臭味，真的没有办法再忍下去了。这个厂它现在70几包打包的今天会清光，就是陆续我们按调度了永康文化厂的量去协助它处理从上次7月着火之后，后面它是有闷烧，现在地主都有主动出来处理了当然我们不希望。让他继续就是有烟，然后每天你就过着紧张的日子，所以我们有约这个行为人跟地主这几天在密集在谈下一阶段怎么清，因为打包的已经今天可以清完，所以下一阶段他会继续再处理。面对环保局长的答复，互议长曲丽丽听袂落去。原本估计需要7吨才清得完的本色山，议长讲出重话，要求年底进前至少爱清一半。觉得那个不是只有行为人跟地主啦，那个已经影响到。是的，我们会积极去处理，然后。很积极的，那个如果地主他现在又说什么他财务吃紧，那财务吃紧我们就要吃垃圾吗？对了，所以我们要发挥这个公权力。不过我蛮好奇，为什么他们刚刚黄议员也说了7年才能清除我都不知道7年怎么计算。如果7年才能清除完，那今年年底怎么计算？好了，那个请。我们有权利的，就不会停歇的、不间断的持续清除。你要在农历过年前让人家看到一个至少。会中市长嘛承诺一定会积极来处理，袂因为行为人的财务出问题，停止清除的脚步。但系新闻，阮自林英光采访报道。